喺香港，你隻狗可以決定你租唔租到樓。寵物友善嘅租盤呢係非常之少嘅。業主一聽到有寵物就會驚整花埲牆或者整爛笪地，揾盤難，搬屋仲難。你唔知下一間有邊啲業主接受。通常業主俾你都係得1個月多少少嘅通知就要你搬走啦。通常我都會建議客人唔好等業主問，加以下嘅條款。如果單位因寵物而造成單位損壞，咁租客退租嗰陣時呢，就要維修翻或者承擔有關嘅費用。呢啲條款係俾業主知道你有責任心，好多時傾唔成就係差呢一步。我會將條款放喺下方或者描述欄，你哋可以直接 copy。如果你係業主嘅話呢，就 check 下大廈嘅公契或者管理處可唔可以養寵物。養寵物呢係一世嘅承諾，一輩子嘅承諾，諗清楚先好帶返屋企。記得關注、讚好同分享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